大家好，我係 Jack 哥啊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我平時做腹嘅幾個動作。首先第一個動作會有 warm up set， 會將成個腹部熱下身先。咁我係會做兩組，每組30下。第二個動作係主要集中練上腹，每組20至25下做3組。記得要收起個下巴，盡量用腹部嘅力量拉自己上去。第三個動作主要係訓練下腹，15至20下3組。呢個動作注意嘅地方就係個盤骨落返嚟嘅時候，記得條腰都要緊貼住個地下啊！最後一個動作主要係訓練側腹，12至15下3組。做完一邊之後，記得要做埋另外一邊啊！如果唔係兩邊就會鴛鴦㗎啦。鍾意呢段影片嘅記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啊！下次見，拜拜。